而家咧，我就想分享一個自己開啟第三晚嘅方法俾你哋。由於有部分情況咧，你嘅高我可以掌管到嘅。當你個第三晚未暢通嘅時候咧，我哋個頭頂上面咧就好似一個網狀嘅能量嘅帷幕喺度。你嘅高我其實係有能力去幫你拆解嘅。咁你就可以誠心咁禱告啦，同你嘅高我去對話啦，問你嘅高我可唔可以幫我拆解呢個帷幕啦，令到我可以同你有更多嘅連結啦，收到你更多嘅指引啦。有一啲帷幕咧係比較容易拆解嘅喎，自己可以為自己拆解到嘅，因為每一段人生都係屬於自己噶嘛，我哋自己係有對自己人生嘅掌控權嘅。我哋可以透過自我嘅宣言啦，呢一種宣言咧係讀7次嘅，讀1次咧就轉一個圈，原地轉一個圈。呢個方法係啲高靈教我嘅，因為喺佢哋嘅角度咧，佢係可以睇到每一個人嘅頭頂咧有幾多個帷幕喺度。咁呢個宣言咧，我係會擺喺我嘅連結嗰度，或者係我嘅 Facebook 嗰度，係可以幫助大部分人去自我拆解呢啲帷幕嘅。咁啊，希望你哋會成功啦！